Hawi upina naman mita ami faris tu sual hao.那mentutu kita na sila ay ayaw no tu sa alipay，也是一样，短文翻译的练习是阿美族语翻成中文是比较简单一点。那我们还是尽量，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练习2篇。好，这次的2篇呢，比较很多地方有一些句子、单字比较属于那种地方性的，或许有些地方没听过哦，可是有那些地方常常会使用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。好，menanam kita. Nini sa katay nananaman ta mi farit hao. Turungan na soal na 短篇好的，真儿努鲁西努邦扎，真儿啊，真儿努鲁西努邦扎。真儿是颜色，鲁西是服装服饰。努邦扎，通常这个鲁西通常是比较慎重的典礼活动、丰年祭那种正式的表演的时候，那一种服装我们都叫做鲁西啊。卡其鲁西都阿米卡布阿米利辛，这个鲁西是比较正式，在那个活动当中表演用的服装，像我们丰年祭一定要穿那个服装，那我们叫鲁西。那平常我们就说 uriko kachiriko kachifuto ito 啊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真儿努鲁西努邦扎，真儿努鲁西努邦扎，这个真儿是颜色啊，服饰谁的服饰呢？努邦扎三真儿努服对努邦扎三，我们阿美族的服装的颜色。好，这是标题。那我们进入到第一小句哈，第一小句我念一下哦。首先，好，那么过后，Matengil to ita ya yauku rato no to as atau kungku. Suasa wawan no cita kupangca saan sanai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，我们来练习，把它翻成我们的中文我们法律真的米大号才能好啦们。Matengil ita iayaw ko rato no to as atau kungko suasa wawan no cita kupangca sanai。好，我们试着把这句话翻成中文，简单的写，用中文你的想法，用你的想法来把这个内容用中文来叙述，来解释。好，大家一起来练习哈。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能够都能有2篇的练习。今天有一个延长音，表示时间久远我们的中文怎么样表达这个要rato no as， 我们的祖先的 rato no as， 或者是 ukungku， 或者是 pakimat， 以前的 kimat ukungku 是故事。祖先所告诉我们，或者祖先所讲的故事给我们所听到的，他们说什么呢？曼萨古苏啊，那这段很简单的一个短句，我们来试试看当他们的阿米法利多诺后拉。
你们画面是不是消失了？看不到。还我再重来一次，怎么不见？因为我刚刚复制到信息栏，我把它复制到信息栏，回来就回不来了。那我怎么收不到？怎么会收不到了呢？都搞不上，不见了吗？怎么不见了呢？有了，不见了。有的写好了吗？那阿马克的号的您的信息栏号，有了，米粒班奈完成了，马克多过去米粒班奈号，好，首先米粒班奈曼萨贡比法律怎么说？过去我们听过耆老说过，我们原住民是太阳的后裔。还
tomato 好 ，urato 好。过去我们也曾经透过老人说过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原住民，可是这里的这里的邦扎是原住民里面的阿美族，好，原住民里面的阿美族，不是所有的原住民，原住民里面的阿美族。好，红爱，好，首先我们第一单说，还以前曾听过长辈讲故事，阿美族是太阳的孩子。嗨，马达马多，嗨，很简单哦，嗨，它的意思很简单。老人曾经告诉我们，或是在故事里面，好，用故事的方法，或是用口说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我努其他了，就是我们常听说的。我们都试着练习看看，好，但他们那么大，你发力，那么这国民说呢，比发力就差不多的意思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一小段的内容比较简单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着练习。好，马上给你出账号，还首先啊，出账我们第一单那边说，我们曾经听过耆老说的话语和故事，并说阿美族是太阳之子。对，他们都，简单扼要都全部意思都在里面了哈。好，还有在学的吗？这段内容是比较简单，我们再等一位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再下一段哦。用母语说，那么等于都米达古把基玛那么多阿塞亚ayaw，itini pagkungku nera swasa kumato asay wawa no pa no cidal kita upang cah sa kusual. 好，如果你还在学，你可以等一下马上放出来哈。好，我下一段的好过法律真的米达，好，你按多卡拉亚多妈妈，好，首先和你们过打
普遍的过大家也复制一点点信息栏号。Saka u kahangangai ku cengar no lusis no bangsa. Na u mahanai a marai-rai tahanini urasaka urusin no karingko i u kahangangai. 首先他这个米利亚号，Saka kahangangai ku cengar no lusis no bangsa. Na mahanai a marai-rai tahanini urasaka urusin no karingko i u kahangangai. 好，把它复制到信息栏。好的。见了。哎。Kahangangai 是红色，红色的 kahangangai。那mahanai mahanai 就是这样。那mahanai marai-rai 就是这样传承下去，流传下去。marai-rai tahanini 到现在。嘎林沟就是花莲，整个花莲县的嘎林沟，嘎林沟一。用中文写白话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意思达到就可以了。
好，maaraw to ako kumitilitan Valitan ni 处长，还有爱都少先和 kumitilitan ni Mr. 处长。嗨，所以阿美族的传统服饰的颜色是红色的，一直传承到现在。因此，花莲的传统服饰就是红色的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谢谢来处长好。伊拉鼓励在阿古多先生，呀，萨嘎上来，安谈阿米法律。萨嘎，我们常常会有在外女的美连接词给他弄萨嘎，我拉萨嘎啊。Mahatnai 就是我们口语化里 Mahatnai Amarai Mahatnai Amarai 就是这样传承下去的。Tahanini 到现在讲 Mahatnai Amarai Tahanini 就是这样传承下去到现在。Urasaka 所以呢，因此呢，这是我们的中文。好，美丽班奈也写好了。好，那美丽班奈你念念看，首先我们第一段怎么说？所以阿美族的传统服的颜色是红色，时至今日，所以花莲的传统服饰是红色的。对，还那么多，我们现在就花莲就一片红啊，整个花莲的服装是以红色为主。Hangangay ko anusok maaraway na mita kasirusid no tiniay no kalingkuan akuan.老师，我写的很好笑呢。老师在吗？ Dengan tu 老师，我写的很好笑，所以又后面又所以，所以阿美族的传统服饰的颜色是红色，因此呢，是今日，所以又所以，习惯，因此是吧？因此应该是因此啊，后面的所以应该叫因此，好吧？好，不是非常严重。Mafugeni sudah itu 连接词呢，罗班扎啊，sudah。no holam，米粒，完，米粒，还可以谢谢颠倒，因此啊，所以哦，还是啊，也通哦。对，最前面，因为那个太阳，我们是太阳之子，所以因此我们的衣服是红，是红色。也对啊，也所以这传到现在花莲的，所以花莲的
衣服都是红色的。Sa ni lichai ko to singsi manhan ni taku saka ula saka sana isi saka 你看看ula saka 是因为那样，因为所以，对，因因为为所以，那样，所以，因为所以，对，所以这个，哎， nubangsa， Arai, 嗯， arai, 都恭谢谢。你们没有，我懂写呢们互相哦。学习啦。那喊米法律草，伊拉个kahiyan ka takahan ka wukilan，嗯，不晓得要怎么翻才好。要看前面呢、看前面前后 Ura 内 saka， 容。然后面又讲 ura now hani satu。那好，你是为什么啊？好，还有吗？好，美萱哦，美萱写了。好，美萱，哎，首先kami palitan numiso啊，美萱。我是随便翻的，因为阿美族传统服饰是红色的，传承到如今，所以花莲的红色传统服传承到现在。好，你可以可能次序稍微调整一下语序。语序马老老，不是马拉绕，是语序可以调整。好，因为阿美族的传统服装是红色，传承到现在啊。因为我们这一句话是承接上面那一句才会有沙嘎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衣服是红色的，这样我们的服装是红色的，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就是这样，慢慢的就这样传到现在啊。然后再看看花莲，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因此呢，花莲县的衣服全部都是红色的。啊，这个语序大概是这样了，但你写的我们听得懂，看得懂。马来西西，好，可以了，再调整一下语序就好了。还给它好好。我们再找一位看看，那谁写，我们就写下一句咯。那个马里盖回到家了没？Tanggal 1 rumah kisah mengai top tim tili titi ni hao. 在后，然后tanggal 1，我有在听，我都在听。在听哦啊。Kena untuk barakat paling 好，谢谢，Arai。好，我下一段都给他好，好，没有写的请参考别人所写的内容好。
我们看下一段哦，很短。好，很短，因为下一句很长。我们先把这一句先把你正好的给你呢，第六套。Ayaw naira kuswa ni tiwai a kuchusinsi swasan. Sangra ai a 整个努邦扎伊这样。Sangra ai a 整个努邦扎伊，后面有一很大段，后面有很多的解释哈，这是它的开头。Ayaw ira na ira kuswa ni diwai a kuchusinsi swasan. Sangra ai a 整个努邦扎伊这样。那我们把它翻这句很简短的，法律真的给那第六啊，不过这个做好，但能不能你法律？那ira这样，要那iraku，那iraku soal啊，它的翻成中文这句话要怎么翻？那iraku soal，你diwai啊。古旧新系，好，这里的古旧新系好，就是日本话我们翻成的校长，啊，古旧新系，古旧新系好像都是校长。那我们现在的校长叫做，我们现在校长称为伊西丹。我上次还用sawaraan，伊西丹，古旧新系是以前我们常用的是指学校的校长，古旧新系。这个古旧新系的名字叫 DY。DY 你就不必翻了，直接写 DY 就可以了。说啥？就是他就说了，他说什么呢？桑拉爱啊，整个努邦扎诶，这个桑拉爱，这个桑拉爱啊，整个。这个桑拉爱的意义是什么？桑拉爱啊，生儿努邦扎伊。我们看看那个我们的处长怎么样翻这个桑拉爱啊，整个桑拉。最初啊？最原始最初。最早。最初的。最早，起初。起初，嗯。还有别的解释呢？桑拉爱还有什么解释？那个妈妈的字典的桑拉爱，也有说是看出现最多的，而且起初的桑拉。sang外最初的第一的桑拉爱，桑拉爱，还有撒亚外等于是撒亚外，最初的第一个，这是圣经的，在这里妈妈的字典里面，撒亚外桑拉爱等于撒亚外。
好，米利班奈已经翻出来，他知道这里外校长，里外校长是李来旺校长哦。好，米利班奈，你首先跟米巴利赞努米说。以前李来旺校长说过，阿美族最早的颜色是用，没有后面。以前那伊拉古说以前呢，那个李来旺校长有曾经说过，他说，我说你来他说，萨拉嘎呆撒歪最初所选的颜色是最先所使用的颜色是桑拉是很多。这个桑拉翻译成最常用的颜色，桑拉埃阿真尔努，最常用，最常用，大家常用，不是大家常用的，最常用，较多人使用，比较被多人使用的颜色。比较使用率最高的大概是红，那使用率最高的颜色阿美族最喜欢的颜色，常用的颜色是。好，处长写好咯。来，等一认得过你法律站的处长好，首先呢，处长。后面没有看到文字，这个我猜跟传统不是连贯的哈。以前里外校长曾经说过，阿美族最早先的传统服饰的颜色是还没有，因为它是冒号哈，后面是不是还有话？我不清楚。一大串，一大串，一大串跟他说你啦。所以我们先把开头先写好，好，多蹲呢后面的号，我们一大串的内容看一下，他讲的颜色哪几种颜色呢？我们来看看这颜色这么多来，我们一起来慢慢翻这个颜色哈。我首先放那么个号，首先放那么个，说我知道伊kahangangai ko tatutong o malataw kawas no maumahay o fuhcalay ko tatutong o tuas o kuhtingay ko tatutong o kawas no riar si ti amachan o kawas no riar si ti amachan o lantaway ko tatutong unini aspatay cengal ko malo cengal no lusit no masa bangsahay Lewan hata ko misa o si hao o cital kahangangay ko tatutong o malataw akawas no maumahay o fuhatsalay ko tatutong o tuas o kuhtingay ko tatutong o kawas no riya si ti amachan o landaway ko tatutong unini aspatay cengal ko malo cengal no lusis no masa bangsahay好，我们慢慢来一句一句的来翻。
ucidari kahangangai ku tatudung。这里面的打多动的解释的方法很多种，可是在这一句里面，你要用什么方法的打多动呢？就是比较适当啦，比较正确啦，或是被分配到是什么颜色，才能够打多动。ucidari kahangangai ku tatudung。umalatau kawas no matuasay no maumahay fuhatsalay ku tatudong。老师 copy 到那个信息栏了吗？好，要我们 copy 要抄很辛苦。还有bawaan ka kuni。要马扎的。我的 copy 到信息栏，复制。那个信息栏贴上。好。怎么回不去了？不见了哈。好了，这都。ini对信息栏给呢这一小段这个比较长，可它也好，它在叙述这4种颜色哪一个代表umaan kucitutungay tura kangangay, watsalay, kwatingay, landaway。那个兰达外跟冈达外有会搞不清楚哈。兰达外是甘达外，甘达外是蓝色，兰达外是绿色，兰达外是绿色，甘达外冈达外是蓝色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兰达外兰达外是绿色。
好，王处长写好了哈，马上大哥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第一单那边说好，dengerin alumanai，好，binanaman alumanai，好，首先吼。哎，红色是代表不对，我念到别人。处长，你念我的啦。红色象征太阳，白色象征龙神马拉道，黑色象征祖先，蓝色象征海神迪亚玛赞。这4种颜色就是阿美族传统服饰的主要颜色。好。Matamato bagainya itu Rana， 蓝色跟绿色的分别哦，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。兰达歪跟赶达歪这句话，兰达歪跟赶达歪，这个哈，你的地方性的语言吗？不是，这个蓝道是绿色，干道是蓝色啊。对呀。可是我们海的话是用蓝的。蓝色，对啊。我们服饰没有绿色啊。一来讲绿色是那个。表示说这个档案里面的蓝道是错，比较不适当呢，还是感到？不晓得要查一下了。现在我又搞混了。所以故事你讲，我们讲到是绿色了，感到是蓝色。他讲到海，我们通常用是蓝色啊。对啊。这个档案你们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档案里面，是他写蓝道，我是从讲到海的话，一定是蓝的。赶到歪。对。好，我到那个娱乐园。